本港嘅貧窮長者越嚟越多，社聯根據統計處嘅數據，以家庭入息中位數一半為界線，推算本港舊年有大約115萬人生活於低收入或者係貧窮嘅家庭，比前年減少55000人，貧窮率係01年以嚟最低。不過貧窮長者嘅情況惡化，有288000幾人係唯一出現貧窮人口上升嘅年齡組別。社聯話貧窮人口減少同實施最低工資有關，促請政府每年檢討最低工資水平，並研究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。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星期日出席活動嘅時候話，扶貧委員會會研究訂立貧窮線，正視本港嘅貧窮問題。各方亦都可以進行跟蹤研究，探討政府投放嘅資源以及扶貧政策係咪有效。又話長者貧窮問題仍然嚴重，呼籲立法會議員支持通過有關撥款，俾政府推行長者生活津貼。呢接近30萬嘅貧窮嘅長者，正就係行政長官要盡快推出呢個長者生活津貼，要即時舒緩嘅一群嚇。咁所以我都係再重複啦，希望得到立法會嘅議員嘅支持，早日可以通過呢個扶貧嘅措施，係為我哋呢啲有需要嘅長者咧提供一個即時嘅援助。佢又希望喺輔助基層方面、官商民三方面，未來會有更多合作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道。